墨西哥北部的东峡谷是美国大峡谷的4倍大，会当坐观光火车伫遮游览。9点钟的车程会绕过几60个磅空，也有桥梁。沿路嘛经过原住民的部落，也有独观的景点，有无同款的风景。这嘛，互国家第20次讲是世界上伟大的火车旅行之一。喇叭响，火车之路开始。 自边地慢慢爬起哩东峡谷正起的山壁，尤其唐阿门开开吹凉风，系手机啊翕唐阿门外口美丽风景。这个观光列车雪皮自北部的西纳罗亚州要去奇瓦瓦州，9点半钟久内面会过37座桥，286个磅空。真侪外国游客是专工来坐这个火车，体验原始的墨西哥风情。C'est aussi une façon de découvrir le Mexique. Bon, c'est sûr, le Mexique, beaucoup de gens connaissent les grandes villes like Cancun ou Acapulco. Maintenant, on veut découvrir un petit peu par un autre chemin. Donc, ce train, c'est l'opportunité. 列车的装潢无算正高级，也毋过是逐项拢有。唐阿门正大片，会当互你看风景。餐车供应3顿加点心，一路是轻轻松松。也毋过这条路线除了会经过顺坡的原住民的村庄、蒙明杰所落出生的地点，同时也是毒枭正创手的所在。实际起点洛斯莫奇斯就是有名的大毒枭也在古兹曼2016年被抓到的所在。美国政府警告因的国民，去这个所在要特别注意绑架加治安的问题。这捌发生过武装团体攻击村庄的犯罪事件，互观光正受影响。也毋过这文化加自然景观也是正吸引人。 Afortunadamente, gracias a Dios, los grupos armados hasta ahora respetan al turista. No los roban, no los asaltan, no los agreden. It's a beautiful train and a beautiful trip, and it's not that far for us, but to be able to go to a place that's different and see Tarahumara Indians and enjoy the cuisine and. 79岁对美国德州来的马哥带规家伙啊，包括2岁到12岁7个孙，最近来这段特殊的旅程。伊讲，唔是要互伊的孙冒险，是希望出来人拢会当好好体验人生。经过评估了，相信袂进入毒枭火拼的战场。伊讲，东峡谷比大峡谷大4倍美丽风景，真正这世人一定要来一转。公司新闻，施惠中编辑。